咱做伙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充满疼的天父上帝，你创造世界了后，你继续掌权。在人类的历史中间，你嘛有计划，在这中间来立你。主上帝，虽然你掌权伫这个世界，你嘛参与在人类的历史，进入人类的社会中间。总是主，你有愿予人有自由来做选择。你予人家己来做选择，要做好、做歹，想的是要良善，也是恶毒。主啊，即届全世界所面对的这个疫情，虽然病毒真恐怖，总是人的心搁较恐怖。天父上帝，求你怜悯阮。主，我嘛感谢你，互阮住伫台湾即块水、搁美丽、搁好的岛屿。阮伫即个中间，无受到即个疫情真大的影响。目前疫情嘛愈来愈受到控制。总是主，求你的信心来激发阮的良心。继续为着全世界各所在受到这个疫情影响的每一个国家，继续来为着因来代祷、关心，也恳求主上帝，但愿会当继续，不管是实际来到礼拜堂，也是一厝内通过网络，会当继续来敬拜你、礼拜你的。主上帝恳求你的信心来帮助阮，会当互阮珍惜、把握安尼一个机会。这个主日是国庆节最后一个主日，同时嘛是承德大专中心的请安报告的一个奉献主日。恳求主上帝，你拍开阮的心门，互你通过你的路卜。你只成牧师所得到对你遐来的启示甲感动，将伊所准备的信息来宣讲，来互阮来得到优赐。恳求主上帝嘛，伫咧中间来运行，守使阮逐人有无共款的看气甲亮光，真做阮生命的帮助。主上帝，不管阮担任啥物款的服侍，拢求主你的信心教阮三个伫地，互阮知，阮的服侍毋是倚靠血气，毋是倚靠人的气力，乃是倚靠主上帝，你通过信心互阮的稳定。也求主继续来掌权，倒来礼拜的中间拢通顺遂。愿安尼向你祈祷，感谢恳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接续咱来领受主上帝的话。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24到39节。新约马太福音第10章24到39节。由我来读，大家来听。24节，学生袂超过老师。萝卜也袂超过主人。学生拄到的迫害，甲老师同款；萝卜拄到的甲主人同款，安尼就有够。人都甲即家的主人叫做别西卜，何况伊家内的人？所以毋免惊因，因为无一项暗藏的袂露现，嘛无一项秘密的袂互人知。27节，我伫暗中甲恁讲的，恁就伫光明中讲出来。恁伫鱼坑边听到的，
就伫厝尾顶宣布：会害死身躯的，却袂害死灵魂的，恁毋免惊。跌倒就惊会将灵魂甲身躯迄落地狱毁灭的上帝。29节，两只七鸟仔减毋是卖一角银尔定。恁的天平若无稳准，连一只都袂跌落地。恁连恁的头毛都拢有算过，所以毋免惊。恁比规群七鸟仔搁较贵重，所以伫人的面前宣认我的，我伫我天父面前嘛会认伊。伫人的面前毋认我的，我伫我天父面前嘛毋认伊。毋通想讲我来是要带来和平互地上，我带来毋是和平，是刀剑。因我来是要互人分裂，人对抗老爸，查某囝对抗老母，新妇对抗大家，人会对敌是家己家内的人。疼爸母赢过疼我的，无资格对我；疼囝也是查某囝赢过疼我的，无资格对我。毋也家己的实力过来对我的，嘛无资格对我。要得到家己的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为着我丧失家己性命的，会得到性命。通过日主日的安排，今仔日是升到大专中心奉献主日，咱邀请到李志胜牧师来到咱的中间，一只向咱请安甲报告。咱即碟请李志胜牧师，伊要分享的主题是生命的选择。咱搁一摆同心来祈祷。上主圣神，求你降临来踮伫阮的中间，亲像清风来接近阮，亲像火焰来点导阮，亲像露水来润泽阮，指出阮的过失，改变阮的歹所行，圣化阮的心灵活命，互阮达成至善，互你受最大的荣耀。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免。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马太福音第10章第7节、第8节，耶稣讲：恁去的时，就宣扬讲，天国得要实现啦。恁着医好破病的人，互死人搁活，互麻风病人清气，搁赶出邪神。恁白白得着，嘛白白互人。伫这个所在。咱所读到跟对耶稣的人，是领受耶稣差派12个使徒进前所教示的。这段经节咧挑战咱，着安怎样用咱的言行举止，伫这个世代来宣扬上帝国的福音。伫初代教会跟对耶稣的门徒，因受到真大的迫害，唔单单是罗马帝国对因的迫害。上时，因嘛受到犹太教因犹太同胞的排斥，特别是军队耶稣犹太人，因伫家己的同胞的中间，特别受到人看轻、佮亚善、厌恶。所以，其实马太福音是一本特别为着犹太人所编辑、所写的一本福音书。主要就是要帮助这犹太的基督徒，伫因面对四周围的环境真无安全，
所有的人对因无好款待的时阵，因着安怎样用信心甲勇气来生活。来到今仔日的经文，今仔日的经文咧对咱讲，上帝国的宣告带来冲突，并无啥物稀奇，嘛毋是啥物复杂的哲学观念，颠倒是咧挑战咱安怎样伫咱已经习惯安全的世界，以及伫即个世间有一个真明显存在的威胁，来做一个连结。其实，可能伫今年进前，咱无感受到，咱为着要感受到咱所感受到的安全，咱牺牲偌济。总是今年因为有一个真明显的疫情，咱到即马应该会感觉到，像咱即马的生活无啥正常。但是伫过去，咱为着要保持咱所感受到的安全，咱有可能牺牲咱的良知，咱有可能渐渐牺牲一寡咱的人生。今仔日的经文就咧提醒咱，伫即个世代要跟对耶稣，咱嘛共款爱像初代的信徒，真谨慎。今仔日，望今仔日的经文，咱会通真实甲经文来对话。有可能咱会拄着内心的冲突，总是求圣神帮助咱有勇气来回应。毋知咱读圣经的时阵，敢有特别感受到今仔日的经文其实足侪矛盾的所在。这是第几节？28节，对，10章28节的所在。耶稣先讲爱敬上帝，吼爱敬会甲人迄落第一个上帝，然后后壁佫讲啥？毋免敬上帝，因为上帝连恁的头毛拢算过。然后耶稣讲要得到性命的，会丧失性命；但是牺牲性命的，会得到性命。吼，今仔日的经文其实足侪冲突甲矛盾吼，所以咱对25节开始看，到底活亲像耶稣是啥物意思？25节讲学生亲像先生，奴仆亲像主人，所以咱大先爱想着讲，安尼耶稣做啥物代志？咱对今仔日的经文中间，咱可能会感觉真不安吼。耶稣讲，无伫拍算，我来是要互地上和平，我来毋是要互伊和平，是迄落刀剑。即个真实的和平人君，伊对咱的要求，其实所迄落的是一支钢剑，亲像手术刀，中文叫雷射刀啦吼。台语我毋知要安怎讲。用简单的话，耶稣的话，常常是要切断咱家己就是应该是常识，也是袂堪伫挑战的道德观。假使讲耶稣是一个咱一直认为的好人，也是中文叫好好先生啦吼，台语可能爱形容做无性无地的一个人。我咧想，耶稣若是一个好好先生，可能咱拄着麻烦的时阵，伊会想要离咱较远的，因为一个好好先生是无想要惹麻烦的。但是咱看经文内底，耶稣讲人叫伊啥物？别西坡，叫伊做鬼王。
然后耶稣讲，军队伊的人爱和家庭对敌。然后耶稣咱知影，伊最后虽然互人用和散那欢迎进入耶路撒冷，上尾也是钉伫十字架顶。然后欢迎伊的甲钉伊的是同一批的人。其实发现这个代志，咱嘛知影讲，其实并毋是对着耶稣的人的观念足奇怪，佮互人感觉不安。反倒是定定是耶稣所讲的，互人感觉奇怪佮不安。阮对耶稣所爱学习的代志，讲实在，毋是咱伫主日学就学会着。上帝国的工作通常比一般的人咧讲的人词，带来更加激烈的争论甲破坏。所以，假使讲连耶稣拢受到攻击，咱要跟对耶稣的人会得到什么款的款待？其实咱是爱有心理准备的。当然，我的意思毋是讲咱爱去做小拍鸡啊啦吼，因为引起纠纷毋是伟大的品格，嘛无法度成做信仰的象征。咱要跟对耶稣，咱爱大声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总是当咱拄着冲突的时阵，假使咱的反应是拄着冲突真无安全，所以我要闪；也是讲拄着冲突的时阵，我干那要坚持我家己的意见是对的。我毋愿意和别人来对话，做伙来寻求上帝国的义。其实迄个时阵，咱是用咱家己做主，咱毋是尊耶稣做主。讲实在，我承认吼，其实我本身是一个足惊冲突的人。我的习惯性就是拄着冲突，我会闪。但是后来，我学习到有一个信仰的前辈甲我讲，伊讲当冲突发生的时阵，是拄着上帝的疼的好的机会。我较开始学习面对冲突，因为冲突会带来情绪，每一个情绪拢和家己生命的经验有关系，特别是家庭经验对细汉养成的迄个习惯。咱的生命伫什么所在需要耶稣的医治？迄个情绪就是引带咱去找到咱生命受伤的所在的帮站。所以刷落来，咱爱看。咱爱着惊的是啥？爱惊的是啥？毋免惊的是啥？26节到31节的中间，耶稣伫遮咧讲毋免惊，其实毋是咧对遐个认为讲上帝一定会保庇即款天真的想法的人讲的，反倒是咧对遐个已经有觉悟。已经有心理准备，知影讲家己的选择，要跟对耶稣，要面对家己的情绪，会带来什么款的危险的人，一种对心底的鼓励。请咱一定爱会记住，咱的耶稣无应允咱跟对伊，人生会无风无影，无灾无病。这毋是耶稣应允咱的，耶稣应允咱的是，当咱拄着风影灾病时，伊会甲咱同在。伊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是甲咱同在的上帝。咱有一生命受伤的经验，其实咱家己望咱的心，咱拢知影，
去当着有偌疼。所以真侪时阵，咱会选择我无爱想起来，也是说服家己讲，代志已经过去，就准拄煞。甚至有诶时阵，咱会讲，看着别人遐艰苦，我应该爱感谢上帝。我想咱诶反应安尼真奇怪。当咱看到别人艰苦的时阵，耶稣应该毋是爱咱感谢伊，耶稣应该是爱咱和伊做伙来体会别人的艰苦，亲像咱咧艰苦的时阵，伊嘛是来体会咱的艰苦共款。但是，咱要面对这个痛苦的代志的时阵，耶稣甲咱讲，毋免惊。当然，这条路会充满痛痛，真艰难。另外一方面，这段经文嘛指出咱爱惊吓的，是迄个会灭灵魂甲身躯伫地狱的。总是马太爱咱活伫一个真特别的神学观念中间，虽然上帝有权能会灭灵魂甲身躯，将咱迄伫地狱，但是迄个看顾七鸟啊，令咱的头毛拢算过的上帝，嘛袂互咱拄着即款的错误。上帝对咱生命终极的关怀是，咱对心、身、灵，拢得到完全的平安。所以耶稣来迄落刀剑，是要将咱身躯遐个受伤的所在、需要医治的所在，用手术刀甲咱医治。然后，咱就爱伫人的面头前做见证。咱要爱做啥物款的见证？当然，物质的丰盛，病得到医治，是一款见证。总是若是干那要物质丰盛，对上起头，耶稣只要把所有的石头变做面包，就有够。咱所要爱做的见证是，咱受到耶稣救赎的见证。假使咱无愿意将咱的生命中间遐个破碎、遐个破病、遐个受伤，伫咱的家庭经验中间，咱所受伤的所在带到上帝面前领受医治，咱要安怎样做耶稣对咱救赎的见证？当咱有法度伫众人的面前讲出咱过去袂堪得的、足惊互人知的代志，安怎样受到耶稣的医治甲照顾？亲像迄个承认家己捌有5个翁的妇人人共款，伊伫众人的面前做出即款的见证，迄是勇敢好胆为主做见证。当咱回应上帝的旨意，咱的生命会得到平安。虽然咱知影讲会疼，但是这是咱要做上帝国的宣告，必须爱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件。内在的自我，比伫外在肉体的伤害佫较真实。最后，咱爱来看34节到37节，是安怎讲？军队耶稣爱和家庭对敌。可能有的人会用这段来讲，
信耶稣的，就是拢破坏家庭关系。安尼讲可能对耶稣无介公平吼。其实伫马太福音初代信徒，因所面对的，和台湾的初代信徒所面对的应该是差不多。意思就是爱面对家庭反对伊来信耶稣这项代志。其实这款的压力对我来讲是真歹体会啦吼，因为我对细汉就是伫基督教家庭大汉的。总是我相信真侪第一代打进入教会的信徒来讲，可能有真侪家庭的冲突，甚至阻止以色列。其实伫米迦书第7章第6节嘛有差不多同款的描述吼。米迦书第7章第6节讲，因为囝藐视爸，查某囝忤逆老母，新妇忤逆大家，人的对敌就是伊家内的人。毋管我即摆安怎为着耶稣的辩驳吼，其实咱伫即段经文内底，咱已经会当看见，耶稣并毋是亲像济伫教会内底所高举讲耶稣是拥护家庭价值的。其实耶稣的价值观毋是家庭价值，耶稣的价值观是上帝国。通常即两项毋是同一件代志吼。甚至伫福音书内底，咱嘛会发现着讲，耶稣伊家己本身，嘛会和伊家己的家庭冲突。亲像伫马可福音，当人甲伊讲，你的兄弟、你的老母伫外口咧找你，耶稣讲，谁是我的老母，谁是我的兄弟。然后，耶稣嘛会害别人，伊嘛袂当讲害别人啦吼，会造成别人和伊的家庭冲突吼。亲像耶稣嘛捌吩咐一个伊医治过的人，讲转去你的家，找你的亲人，将主甲你行遐大的事，甲伊所怜悯你的，甲因讲。然后迄个人转去讲的是，迄个人转去，将伊所拄着耶稣的代志，甲众人讲，众人拢感觉奇怪。耶稣坚持军队伊的人爱大声求上帝的国甲上帝的义，所以咱会通想象吼，假使有一个人本来是活伫众人甲社会的期待，伊一直咧符合别人的要求，一直咧配合别人，总是伊的性命得到耶稣的医治了，性格开始转变。伊可能开始家己有伊的想法，伊开始毋是遮尔好配合，毋是干那想要满足别人的期待的时阵，敢会引起冲突？一定会引起冲突，这无啥物奇怪。然后另外一个甲家庭发生冲突的所在，其实是伫咱家己的内在。有时阵咱会感觉讲，承认父母在管教的时阵，拍算用无适当的方法，咱就感觉安尼父母教毋对去。若是我去互人讲，我感觉会疼，安就是伊教了毋对。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吼，这是两项代志爱分开看吼。譬如讲，有一个囡仔，伊因为讲白贼，所以父母互伊枵3暝3日，干那互伊水啉，为着要教即个囡仔爱诚实，敢会造成心理伤害？一定会嘛吼。
但是所教的代志敢有毋对？教的代志无毋对，但是做的方法毋对去，吼，方法无适当，和教的代志，即两项代志是爱分开的。吼，所以互人讲会听，若感觉袂听，安尼较是破病。吼，甚至咱会发现到，即马有真侪人会讲，好佳在阮老爸迄个时阵甲我讲甲安尼。其实即款讲法，伊是咧压制伊家己心内迄个疼。真正需要的是爱将当时无受到了解的家己带到耶稣的面前，互耶稣医治。所以教是对的代志，无一定是用对的方法。即两项代志爱分好清楚吼。然后，成人会疼会惊，有受伤的感觉，嘛毋是爱咱去找咱的时代吼，当时甲咱讲的人，甲伊讲你爱甲我回息的，毋是吼，毋是要做即项代志吼。当咱咧面对生命的伤害的时阵，咱毋是咧讨论谁对谁毋对，咱咧讨论的是。什么所在受伤，需要耶稣医治？因为咱拢知影一句话吼，做爸母，拢是囡仔生出来了，才开始学安怎做爸母。但是，因所学习的对象是啥？就是伊家己的爸母。啊，印象上深的，就是啥？会听的经验，会惊的经验，这是一个人对细汉到大汉印象上深的。然后咱就用，互咱着惊，互咱会听的经验来对待咱的后一代。总是当咱受到医治了，咱开始会学习到，其实有更较好的方法。我一直认为教育其实无啥物标准答案吼。做爸母的嘛，拢会感觉，到底我安尼做健康吗？我有害囡仔受伤吗？还是我对伊的教示教了有健康吗？其实教育无标准答案啦吼。咱只有求上帝的怜悯。求上帝继续来甲咱医治。当咱承认咱会疼、会惊、有受伤的感觉，是为着甲咱受伤的所在带到耶稣的面前。其实这就是咱的十字架，这就是耶稣爱咱背起的十字架来跟对伊。因为2000年前十字架毋是摕来做装摊的，咱一定爱会记得。十字架其实是一个互人想要得闪的象征，是足疼的。总是迄嘛是咱的生命必须爱面对的功课。所以今仔日经文的最后，耶稣提供咱一个想象的画面。背起十字架，跟对耶稣，行上十字架失去生命的道路的，最后要得到生命。想要得闪遐个疼的，最后会失去生命。咱要选择什么款的生命？这个答案是咱家己爱决定，咱当心来祈祷。掌管生命的主上帝，感谢你将超出生命意义的意念放伫阮的心内，互阮时常反省家己的处境，调整人生的方向，帮助阮一生遵行你的旨意。阮无愿意白白领受生命的恩典，
却空手倒来你的面前。求你开阮的眼光，看见主你的旨意，互阮的心思平定，通静静思考你的话语。求你教示阮的灵魂，互阮的性命降服伫你。求你帮助阮用阮的性命来见证你，互人伫阮的身上看见你的荣光，将荣光归予你。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祈祷，阿门。我接下来做新竹大专的这个介绍甲报告吼。我先自我介绍吼。我是新竹大专学生中心的牧师吼，同时我嘛是桃园教会会友吼。足侪人会问我讲，牧师你伫地牧会吼，我拢爱甲人解说讲，无我毋是亲像伫即款建筑物内底牧会的牧师吼，我是伫机构牧会的牧师吼。所以我牧养的羊群就是大专生甲迄个研究所啦吼。好伫咱的手头有即个特刊吼，其实咱会当拍开。好，新竹大专学生中心是属伫新竹中会大专部的一个机构，吼，主要是做大专宣教。咱知影新竹中会真宽吼，就是桃园、新竹、苗栗拢属伫新竹中会。所以，即马这是阮目前有的学校吼，伫咱的手头内底嘛，拢会看到有团契的介绍吼。然后，因为遮济学校吼，阮的人手无够啦，所以阮会找即个教会的牧长，也是讲阮的毕业生吼，来做阮的义工辅导。虽然讲，最近真侪学校受到即个少子化的影响吼，有一寡学校开始关吼，总是其实阮拢总2个专职的牧者，3个助理，2个是斗带团契，1个行政吼。其实就算囡仔搁较少，人嘛是无够啦，吼。所以阮嘛是需要大家来为阮代祷吼。好，过来我来做事工的介绍吼。事工的介绍，咱会当配合即个规个甲拍开，就会当看到吼。就是对咱安尼看，应该是倒手边的顶悬吼。这是秋天的事工吼，我就是会对9月份开始介绍吼。阮一年会做的算是固定的事工吼，就是9月初阮会通常就是暑假放假了开学，阮会办一个冬工训练会，吼主要就是互装备遮的学生因会通有能力去服侍吼，伫团契内底服侍。然后阮会办一个茶会，迎接新生吼，互因有第一摆的见面，就是考来咱即个桃园新竹苗栗的地区的新生。然后呢，10月份阮会办一个叫做可以诺尼亚吼，可以诺尼亚的即个生活营。即个生活营今年今年第17届啊吼，等于是我2003年来办第1届，一直到即马安尼啦吼。即个营会3工2暝吼，阮才收700块吼。所以阮拢爱出来募款，就是为着遮个事工吼。即个营会通常参加拢差不多40个人左右，其中会超过1/3是进入大学了，
第一届接触到基督教的。吼，所以通常参加即个营会了吼，就拢会固定伫团契啊啦吼，因为即个即个营会主要就是互因体会啥物叫做团契，因为团契要解说真麻烦，啊嘛真歹解说吼，你体验过你就知影啥物是团契吼，啊所以阮会办一个团契的算是体验营安尼。了后，阮每一学期会办一届的即个联合聚会吼，啊联合聚会。真趣味的，就是遮学生吼，阮真鼓励学生自主啦吼，学生家己发起的运动吼，啊所以因联合聚会了吼，因已经今年第三年，就是办一个联合的运动会吼。过来就是学生入来，学生会毕业要送啥物礼物互因上好吼？古早阮拢送册啦吼，册送去嘛，毋知伊会读会袂读安尼啦。所以后来阮应该是4、5年前开始吼，阮带因去灵修，吼，就是互伊带会走的礼物，佮会当用一世人的礼物，就是学习灵修的方法吼。阮带去的灵修，就是安静去拄着主，吼，所以各因安静的时间足济吼，对礼拜5一到，阮就会收手机啊吼，就是3天2暝拢无手机啊。吼嘛，除了上课的时间会通分享讲话出声，其他的时间连食饭拢无讲话吼，就是真安静去含耶稣祈祷。即个营会一个人成本差不多3000块啦吼，但是因为做礼物，阮就爱出来募款啦。好，毕业生毕业了，阮无定期会去就是招因做伙吼，关心因的状况安尼。然后阮有2条算是专款专用的，就是一个是奖学金吼，每一学期会发1摆。特别是即马咱知影私立学校真侪学生，其实家庭的经济拢无介好吼，甚至伊拍工佮爱转去甲厝邻斗3工吼，钱爱佮摕转去厝邻斗3工。然后阮嘛无希望学生就是为着拍工，然后牺牲团契的聚会，所以阮嘛有提供拍工的机会吼。咱桃园教会其实嘛伫即条助学金顶悬吼，其实咱长期一直拢有咧帮赞吼。就是拢有为着即条咧做专款的奉献。好，上尾即个到底粉丝专业的台语要安怎讲哈？我通常拢叫伊当粉啦吼。伫咱的迄个手头的即个奉献单后壁吼，就有即个阮的。FB 的粉丝专业 QR code 吼，阮所有的活动啦，也是讲学生因参加活动了，因所分享的即个感想心得，拢会发布伫即个专页的顶悬吼。虽然讲今年因为疫情，阮嘛真侪活动取消吼，譬如讲暑假的迄个读经营。都无法度吼，因为拄着学生因着爱暑期的辅导吼，所以阮今年的预算有往下修啦吼，虽然本来是爱募到320几万，但是阮按算今年可能是爱募到270万吼，但是可能嘛真困难啦吼，我相信教会嘛是真困难吼。阮即马是有咧努力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增加迄个长期小金额的奉献吼，就是一个月可能200、300、500，但是会当持续2年、3年安尼吼。其实对即个事工的稳定也是延续发展来讲，拢是真大的帮助。所以咱若是愿意为即个事工代祷吼，你会当伫奉献袋后壁留你的名甲即个电子信箱，也是讲留住所，阮会寄纸本的吼。
为着环保是尽量鼓励用即个电子的方式。吼，阮每一个月会有月刊，就是算阮的大刀批啦，吼，会通为着即个曙光大刀。你若是愿意做长期小金额的奉献，即个奉献袋仔的内面吼，就有即个信用卡的捐款单，填填的了会当交互教会，吼，也是讲直接传真去阮的办公室，也是。则嘛有另外一个 QR code， 就是即个信用卡奉献单的即个 QR code 会当用吼。毋望大家会通为着即个宣教事工来大刀奉献。以上报告，多谢。感谢李志成牧师伫即个中间带来真好的分享，嘛伫即个中间用即个圣德青年大专中心的报告非常的详细。即点咱除了奉献以外，咱嘛用咱的普声来代表咱的欢迎。好，牧师续接落去报告。伫报告的内省，咱嘛来读一届咱今仔日的经节。牧师读一届，咱来读两届。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失落伊；为着我失落伊的性命的人，要得到伊。马太福音第10章39节，请。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失落伊；为着我失落伊的性命的人，要得到伊。马太福音第10章39节，得到伊的性命的人，要失落伊；为着我失落伊的性命的人，要得到伊。好，咱现场的兄弟姊妹，咱掀开咱的周报第5页。若是咱网络顶面，咱就来看咱赖的即个群组，公布栏。公布栏顶边，咱的干事有打起你即个电子版的周报。第一项就是咱感谢李志成牧师代表新竹大专中心前来即个分享以及来报告。透过奉献的方法，李牧师嘛一只报告真详细，毋望咱继续来关心。好，后主日咱欢迎即个国际读经会郑昭仁博士。咱要前来本会一只来分享，咱嘛为着后主日一只来带导。小会的消息，因为疫情有来得到控制，所以有计划6月6月份第一礼拜来恢复即个实体的礼拜。恢复即个实体礼拜，就包括青年礼拜、华语礼拜、甲台语礼拜3场。要用采用即个实名制，实名制意思就是讲，较早咱每一个信徒拢有摕到一张即个刷卡，有无？会记得你一定爱刷卡，爱来刷卡安尼。甚至若是讲咱的招待有爱你需要添一下名，毋望咱兄弟姊妹会当配合，会使来配合安尼。倒来就是讲，咱会采取用即个梅花座的即个方式。配合中央的即个办法，咱就是讲距离爱做一个距离安尼。好，可能有人讲，阮着翁仔某下暗倒做伙，坐做伙是安那？不过我感觉讲配合咱中央啦，咱犹原都算是翁仔某，咱也是有做一个距离安尼啦，做一个距离。好，服侍礼拜服侍人员除了圣歌队以外，详细来听哦。除了圣歌队以及第1堂的这个献诗以外，全部的礼拜的服侍拢要来恢复，所以请咱现场的中职同工以及网络顶的这个中职同工，请咱注意哦。对6月份，除了圣歌队甲第1堂的献诗以外，全部拢要来恢复，所以毋望咱的同工会当来准备心，是即个礼拜的服侍。好，其他的就亲像进前相共款，要进入礼拜堂做礼拜进前，爱量体温，爱喷即个酒精，直接来做消毒等等，才会动作安尼。
好，最后一只嘛，要来报告。即个对5月3节，吼，咱看到第6页，5月3节开始，即个成德中会教育部所举办教会领袖甲同工培训的即个课程要来开始。啊，第一堂就是即个蔡主任牧师要来讲即个礼拜学讲道信息的即个准备。啊，咱时间上若方便，会使兄弟姊妹以及咱同工会当前往做来参与，直接来学习。以上报告，请咱起立，咱做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基督的恩典，全能上帝的慈悲疼痛，圣神的相通扶持引带，帮助咱有勇气背起十字架，跟对耶稣，对即时直到代代无尽。阿免。